感恩魔法100日挑戰第63日。今日嘅目標係要翻，今日嘅目標係同媽媽一齊玩。今日我嘅目標係要好好開今日我嘅會。目標係要開一個 Pokemon 卡。好感恩啊！好早起身，好活潑，好有準備，好開心，好有趣，好有活力，有空氣，有山，有水，有樹木，有屋企住，你個樣好愛。我好感謝阿仔陪我拍片，好感謝我媽媽整早餐，好感謝我個老公錫啖我先出門，好感謝我個朋友約我去玩，好感謝校長約我去開會，好感謝我嘅老師同學生都好活潑。得你啦。咁樣可以成日可以瞓覺，可以玩，可以同媽媽一齊玩，可以同爸爸一齊玩，可以同哥哥一齊玩，可以瞓覺，可以打滾球。尋日我唔小心喺床裏面做咗一個前手翻，跟住整跌咗個水壺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越嚟越活潑。本嚟就係想要做個倒立一兩秒，跟住結果唔小心用太大力向前，所以就唔小心做咗一個前手。跟住再腳撞到，有啲痛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越嚟越百厭。如果中意就like share同留言啦，拜拜。